人的缘分真的很奇怪，越以为不可能的事，越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在遇见俊文之前，我从来没尝过桂花酿。这个啊，叫做桂花酿汤圆。一个鹽卷要調出嘅假釀，一個土粒同有節鹽嘅鹽球。拖拉嘅過程過後，假釀唔顧大家嘅反對，同鹽球這個潛到好人家。哪有人做假釀嘅人假鹽球，係天拜堂度。佢買樣後梅房，喜劇新秀，詞理文，啲種菜酸甜，落桂花香味度。發展出一段感動人嘅人生情緣。2月15日，禮拜日晏晡頭8點，桂花釀老五甜蜜相見。